面，启示文第40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16兵天使徛伫听候，一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槛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一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握我的喙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一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这是要请郑丽珠执事甲我本人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你想事拢到额。天父感谢你想事愿活命，愿要永远学落你成尊名，你可愿结大听头，得到新生命，是徛甲阮同做伴。你想事拢到额，阮得满满，思予保守阮永无散。你想事拢到额，在阮心中望，愿拢无欠亏半项。你想事拢到额，愿满心感谢，愿要一生甲你同行。天父感谢你想事愿活命，愿要永远学落你成尊名，要予阮结大听头，得到新生命，是客甲阮同做伴。你想事拢到额，阮得满满，思顾保守阮永无散。你想事拢到额，在阮心中望，愿拢无欠亏半项。你想事拢到额，愿满心感谢，愿要一生甲你同行。你想事拢到额，阮得满满，思予保守阮永无散。你想
事拢到遐，在阮心中嘛，阮拢无欠亏半人。你相思拢到遐，阮满心感谢，阮要一生甲你同行。你相思拢到遐，阮满心感谢，阮要一生甲你同行。请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台语和日本伫旧约部分第515页，其他的版本请大家看银幕。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现着我来读。阿达瑟西王20年尼散月。有酒伫王的面前，我就敬酒予王。我边数伫王的面前袂捌有忧闷的面色。王甲我讲：“你无破病，怎样面带忧容啊？这无大项，是你心内有忧闷。”我对安尼真惊，我甲王讲：“愿王万岁！我的列祖坟墓的所在，迄个城趴远。城门拢互火烧去，我太土无带忧容啊！王问我讲：“你爱求什么？”对安尼，我祈祷天顶的上帝。我对王讲：“王若欢喜，你的奴仆若得到恩典伫你的面前，就求你找我去犹大，到我的列祖坟墓迄个城，我通阁去伊。”第6节。迄时，王后甲王三角坐。王甲我讲：“你要行的路站着偌久？什么时要倒来？”王欢喜找我去，我就甲伊定着一个期限。我阁甲王讲：“王若欢喜，请用诏书互我带去，交予我遐个总督准我经过到犹大。”佮用诏书一封，寄互管理王的像拿的官亚萨，教伊互我查料，通做殿边营盘的门甲城墙，甲我所要住的厝的路用。王就准我所求的，因为我的上帝施恩第一手帮助我。第9节，王派几若个兵头甲马兵甲我去。我到和我遐个总督遐，将王的诏书交互因。荷伦人参巴拉，甲做奴才的阿文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要为以色列人夺无利益，就真迫迫。以上，这是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你准备好啊嘛？你准备好啊嘛？请咱同心来祈祷，一同祷告。特别上帝，因为你赏赐的信心，互阮通看见未来。检测有困难，但是你是应阮的主，帮助阮伫你的话内底，你的圣神的同在，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价值，才呢去行，真做有福气人。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因为遐这大家平安。顶礼拜老牧师啊、刘牧师，伊有甲咱三甲来分享，对经济来看见未来。你若要看见迄个有结果子，你一定爱先财政嘛，有经济甲压落。你想要种啥，你就会发出啥物。无亲像俗语咧讲种卜啊安怎？无迄个代志啦你种啥物，你就得到啥物你加种的就加收少种的少收，无种就无通收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没种的你就别想收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透过这个经济，顶礼拜咱有知影讲你若
来过，你知即个啥物节无？山仔节啦，经过有一段时间，检查3、4年，等待伊开花，才有迄个结果子的时阵。总是伫即段期间，你着爱祈祷讲无风台，无亲像今年，像今年一样安怎？有奶子通食无？真少啦，毋是无啦，爱较贵来买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透过政治，咱会通看见结果子的一个未来总是伫遮，咱有看伊讲要做一个结果子的温度真关键关键的一个所在就是人嘛。人你需要准备，你才会通伫遮来结果子。所以伫竞选、伫准备过程中间，上帝透过尼希米、尼西米，伊伫遮竞选伊咱伫第一章有听见讲啥？哈拿尼对故乡、对犹太省来。然后甲尼希米讲故乡因祖公因祖妈遐个坟墓，迄个城的所在安怎？城门安怎？受伊城墙受拆毁，因的同胞受着人的凌辱苦难，所以咱有看见啥物？同胞伊家己亲人伫遐咧受苦的时阵，你有啥款的感想？死道友毋是死贫道，是你有迄个骨肉至亲，迄款伊伫迄款的无通得救，迄款的艰苦的过程中间，你是毋是会通伫遮有迄款的负担？所以上帝透过竞选甲准备，所以尼希米伫第2章记载讲，伊安怎伫遮来准备家己，准备家己好势了，伊会通到耶路撒冷伫遐来起造迄个城墙。我要问咱大家，咱有出国的经验的时阵，你若要准备出国，比如讲10月要去土耳其，温度差不多10到20度，要去的人听好10度到20度。后来，那安尼你要哪准备你的行李？你出国你要准备啥？来，羽绒衣因为迄个天气的关系。来，你出国要搁准备啥物？钱啦钱，好来，有啦，够无？行李要准备啥呢？做了行李，要准备啥？护照啦，你无护照，你是要出国游泳哦？还有啥？含气粉，这内行的。连面我甲因讲，为什么要做含气粉？还有啥？签证，土耳其免签。有来旅行社办好，有袂？相机安全啊还有无？恁拢免机票遐？爱早机票无？即摆可能电子机票安尼还有啥？药有无？安尼就好日用品你用啥阮是用品，迄饭店拢有啊。搁爱啥？内衫内裤免走。所以咱来准备啥？哇，可能有一张清单对无？你会看迄个天气来准备你的衫你有早迄个所在是开美金，还是开欧元还是开啥物货你爱去兑换还是讲信用卡炸咧啦？手机炸手机炸，你爱搁炸啥？充电的啦，咱上惊安怎？咱即马有迄个手机无电的恐慌症，你知无？若看到遐剩安尼差10%、20%，你就感觉紧张起来，哇，要安怎所以有真侪你需要去准备的你敢会当顺序很平安、很顺利伫遐来出门享受迄个旅程嘛所以伫迄中间，有人讲爱准备心嘛这嘛最要紧的，会知无所以伫迄中间有准备，搁有人开始讲我著训练行路，我讲去无亲像以色列行遐济啦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众议长了伫旧年讲，牧师你去以色列行李哪会遐大卡？我讲到时你就知所以有人迄个掉沙落屎的时阵，牧师你甲祈祷一下，好来，
来饭店我着含薯粉乌糖辣的迄若钓沙含薯粉乌糖辣冷水安尼啉就好啊。看伊安尼西乃山爬落来时阵，钓沙安尼皮薄菜开始气味寒总是转去饭店，我讲你转去饭店的时阵，我甲创互伊食嘛有迄落爬到一半跋倒手受伤断去我就随对我的包包摕迄个药水甲喷喷的阮迄个陈克明老师有迄个膏药，我怎甲膏咧转去可能感觉有问题无顺样佫摕猪甲美胃顶落摕猪安尼迄助理我佫有炸活性绷带、弹性绷带，怎膏你知？去急诊的时阵，医生恁膏了袂歹迄较无走精去安尼佫有无？迄行路行袂去，讲来我的房间，我甲你电疗所以才知影讲原来牧师的行李载大卡，就是安怎准备要带队你掠做遐简单你也知影讲遮个兄弟姊妹需要到有一有的人安怎有的人去出门拢会紧张对吧？紧张就安怎？毋是落屎放袂出来啦。要去西南山前，有人就讲牧师我看有面有什么难色啦所以我不要紧我去车顶来喂食去甲迄个西南山，牧师你嘛好心的，我放2遍安尼所以伫迄中你有准备的时候，你就能应付有预备，你就面对你所要面对的这样的状况所以要安怎伫遐来做一个领导者无简单，你要随时准备好。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尼米伊引带伊的团队，伊伫伊的准备的过程中间，伊毋是无啥准备咧伊听到消息了伊其实开始伫遐来准备家己准备啥物需要有智慧所以伫遐咱看讲要安怎伫遐来起造来建造那个破碎的城墙，伫迄中间实在是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无可能的任务啦无可能，总是伫上帝恩典的下面，52天来完成这个无可能的任务，将迄个城墙、将迄个城门拢甲起好真完整。或者伊故乡的遮的乡亲时代，你知影受人凌辱呢？佫有常常受到遮的对敌的威胁威胁安尼。所以因为城墙起好，有一个防备互因有一个安全感。所以尼米伊带领伊的团队，毋是靠伊家己一个，教会嘛是相款毋是靠牧师一个，有需要长老、执事、咱的区长、小组长、咱的遮的属灵家长，遮的团队呢，佫有无共款的部伫迄个中间做伙来去做教会兄弟姊妹，你准备好无？你准备好无？亲像尼米。伫迄个对迄个当时的世代有迄个负担无？你对你的亲人未信主的中间，要结果子关键是啥物？是人啦。你准备好无？你为着你的亲人，你有祈祷无？伫外口迄个葡萄咱用迄个鸟蛋做葡萄一拍一拍安尼，内底有你所写的名单无？顶礼拜有人讲我写迄个人的名单，伊决定要洗了。足欢喜对无？果子已经成熟啊，所以你会通真做过一个多结果子的生活嘛？毋通咱的生活会通真正是我有迄个影响力。今仔咱透过这段圣经的2个目的，就是找到你伫这个世代你的意向、你的使命甲你的目标。今仔上帝互你伫职场、伫你的工作职场工作上面。上帝甲你放伫一个社区，上帝甲你放伫你的亲友中间，因为你先信主，你是毋是有找到伫即个世代你的使命、你的意向甲你的目标？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头一个尼米伊找到伫迄个世代，伊要倒转去到伊故乡起城墙，然后互伊的同胞会当免受到遮个对敌的威胁甲凌辱。第二项就是讲，咱对这段圣经，你准备好，准备安怎？甲上帝同工无？毋是你外口做，毋是牧师外口做，毋是咱的团队外口做。若无上帝同工同在，咱无法度。
所以对尼米，咱要看见伊安怎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甲王有好的关系。然后资源因为安尼就想出来，这资源就是为了将来伫遮来准备。伫咱的工作，伫咱的创业同款，你需要的资源，你需要的资金，你需要对倒来。拄啊，咱看的这会前的祈祷会内底，这经文讲，这位上帝是啥？掌管万有，是掌管万行有的上帝。所以你若知影甲伊有连线，你就会通得到迄款的资源帮助。今仔咱要来看见讲，上帝呼召你伫即个世代，你伫你的家族，你伫你的公司，有啥物款的使命，啥物款的异象啊无？你要等待机会，因为时间机会毋是随时，所以你要有祈祷的准备。伫第一章，咱有看见尼米听见哈曼尼对故乡来，对犹太省来，甲伊报告故乡遐情形的时阵，到伫这基数流月，就是差不多阳历的11月。到伫咱第二章所讲的这尼散月，尼散月就是阳历的大概3月。那安尼经过的时间才偌久？伊出发的时阵是到尼散月，所以基数流月到尼散月基数流月到尼散月，安尼经过偌久？4个月，120天，对无？120天，120天，伊伫咧创啥？伊伫咧祈祷咧准备啦。伫祈祷咧准备讲到底要怎去？伊本来是一个安怎调酒师啦，调酒的啦，对无？酒政啊，管王酒的啊，要紧无？伊甲王的关系好无？王会通信任伊无？当然嘛，伊要啉要食，伊爱生气啦。所以迄个关系一定爱好。总是伊伫伊的生涯中间，伊要到伫耶路撒冷伫遐去城墙，伊开始咧学啥？要做营造，对无？像顺应长老刚才营造公司安尼吼。伊也有迄个财阀知识啊，毋是凊凊彩彩讲去就去呢。所以这斜杠人生叫斜杠人生，就讲伊伫个生命中间，除了有这个要安怎去品酒，要安怎去管理这个以外，伊佫开始安怎？有智慧要安怎去起造这城墙。所以起造城墙开偌久？52天。伊祈祷偌久？120天，差不多规倍的时间。所以你若有好的准备事半安怎？功倍。迄个工程伫52天起好，跌破众人的眼镜。迄目镜破偌济，你知无？无目镜吼。所以伫遐我有看讲即款的真奇妙作为，是因为连面会看讲迄个过程。头一个，伊先祈祷、祷告、预备，所以伫你要创业也好，伫你要做一个事工，你要伫遐做一件代志的时阵，你是毋是有好好祈祷？亲像做事人，伊伫遐等待，伊伫遐等待迄个成长。咱做伙来读来，兄弟啊，所以恁着常常吞忍，到伫主的降落，你看，做世人听候地上宝贝的土产，常常吞忍地听候，伊到得到秋林春雨，春雨啦秋林今仔日无来今仔日去着看新娘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头一个爱祈祷听候，第二就是讲，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伊有对故乡城墙的负担，来安怎来起造？好亲像上帝互咱有一个呼召，你听见你的亲人的中间，有想要信耶稣，总是有一寡只主动，也是讲你有设定迄个对象，你毋望互伊的灵魂会通得到救，为着你的全家伫遮来祈祷。可以通伫遮来得到救。你知影要做一个宣教师，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有简单无？无简单，你要先祈祷，先准备。咱看即个人，你有捌无？毋捌，你嘛上无捌听过马偕病院对无？马偕病院就是纪念马偕博士伊伫伊人生的过程中间，伊安怎伫遐准备家己，然后
咱看伊伫个生命来运用伫台湾这个所在，走将近29年。咱做伙来看讲，伫伊生平的日记的中间，伊1844年伊出世伫加拿大，伊是一个加拿大人，所以人若来迄个囡仔拢叫伊乌秋番，乌秋，迄个喙鬚乌啊，佮长长乌秋番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伫10岁时，伊听到迄个冰威廉牧师的演讲，报告伫中国厦门即个宣告的情形，伊心内感动。10岁你咧创啥？10岁你当咧做啥物？几年？差不多国小3、4年咧。伊伫迄个差国小3、4年的中间，伊就深受感动，将即个福音的种子放伫宣告的种子放伫内底。所以11岁开始，伊就开始有一个目标拍拼，伊进去师范学院伫遐来就读。过来伫14岁时，伊伫多伦多的即个师范学院，伊伫遐来毕业。过来，伊若要传福音，就来读神学，伊来有关福音的代志嘛。所以伫22岁时，进入到伫多伦多大学的 Knox 即个神学院伫咧就读。然后23岁，伊搁去美国的 Princeton 大学来读神学。过来毋是安尼啊，伊搁准备家己到伫英国的爱丁堡，伫遐修即个宗教的课程。所以伫187年27岁时，加拿大教会正式来批准伊成做海外的宣教师，所以伊就坐船慢慢哭。亲像咱看讲尼希米，伊要对苏珊、对迄个王宫遐到伫耶路撒冷爱偌久？大概1000里路，1000里大概若照咧估算，差不多3个半月，3个半月，3个半月伊爱行。马该共款哦，伊安尼坐船安尼靠吼，伫187年12月30，伊坐船到伫高雄打狗。总之，伊看见讲遐已经有宣教师伫遐，所以伊用罗马书的15章的20节伫遐讲，我立志啦吼，立志有来无？我立定志向，然后呢，我要传福音是，互遐个无听过。所以伊无要起做伊家己的这个福音伫别人的根基点的，所以伊就因为安尼怎啊起来北部。所以伫1872年3月7日，伊坐船对高雄坐船到淡水伫遮来定居。所以伊伫遐讲 ，This is the land， 就是讲就是即个所在。1873年29岁时阵。伊为着5位严清华顶遮5位来设立5股坑，就是即摆5股教会、新港教会做，搁做面体伫遮来做医馆哦。过来咱看伊讲，伫30岁就设立3点埔新店，过来31岁设立后埔啊。其实后埔就是过去牧师牧会这新增的这前身啦。所以伫迄个过程中，拢是马街伫遮所设的。伊过来是甲5股的这律师张聪明，所以有一个聪明的某叫张聪明哦。伫遐结婚了后，咱看见伊开始伫遐来设立这个医馆吼。伫迄个医馆的中间，伊发现这个寄生虫吼，伫迄个肺痔虫寄生伫人的身体了后，伊建立这个河尾的家医馆。是台湾第一间的西医馆，所以咱咧看西医，其实嘛是爱纪念伊。伊伫遐来创设这个家医馆了后，咱看讲伊伫伊的英语博士过来，咱遮个姊妹，你若有通读册，其实爱感谢马介博士吼。伊伫1884年40岁时来成立淡水女学堂，就是即摆淡江中澳边仔的迄个。顺德小学，较早这妇女学堂，就是因为安尼，互这个妇女有机会来学习这个财物、读册，过来到伫1895年51岁前，伊有伊的著作是台湾谣记谣记。过来伫1901年57岁前，因为喉癌，所以伊伫厝来过身，蒙主恩调。
伊种伫淡水中澳后面的树林梦园，带台湾某种伫台湾。医生，咱看见伊用超过伊半世人来贡献伫台湾。你知影迄个负担爱搁安怎啊？对遥远的即个加拿大伫遮来到伫台湾所在，伊先设立大概只有60几间教会设立3000外人，然后历史学家对伊来做一个真要紧一句话来做伊的注解，就是咱做来读宁愿烧尽，毋愿朽坏啦。宁愿烧尽，不愿锈坏就是伫个生命中间毋通营营伫遐变生人安尼毋望互你的生命会当真正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伫遮咱有看马介一生贡献，互咱今仔日北部的教会有福音通听。所以第三，咱有看透过年美议员又对即个故乡有即款的负担，对灵魂对因的苦难有即款的负担。所以伫第三，咱有看伊讲，伊把握迄个机会，伊面有面甲的中间，伊掠着迄个时机，伊毋敢开喙甲王讲，行去王拍枪总是当王看见伊安面有面甲的时阵，讲无你也无破病，你是咧忧愁忧头甲面是咧安怎？机会来你知无所以尼米就讲，伊无讲啦，你若要人传福音，讲迄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墙歹去安尼我看可能王无要甲伊插无要插伊伊就讲啥？哎呀，阮祖公祖妈的梦啦，迄个所在的城墙啦，倒坏风烧。王听见，这祖公祖先的梦安尼，伊有迄个一个怜悯的心，所以咱看讲无你爱啥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咱要传福音嘛是共款，有当时咱要人传福音嘛，以马内利较早写批，尾拢基督徒写一个啥？以马内利，人听有无？听无啦。然后检测你会讲愿上帝平安赐福互你嘛，愿你有福气满满嘛。总是有当时咱做基督徒真爱用这个术语，你知无？这个教会语言，你要怎讲较白，互人听有。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尼米就讲，互王会通感动听有的话。所以把握迄个时间伫遐来沟通。耶稣嘛是共款，咧呼召这学生的时阵，伊嘛对这讨爱人讲啥？来，跟对我要互你安怎？得人亲像啥？得着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伫迄个过程中间有真好一个即个分享交通。过来就是王咧问的时，伊随时对伊心内有一个祈祷，你知？尼米有2种的祈祷的方式，一种就是伊继续持续伫伊的祈祷内底所以这叫做 insistent prayer， 就是讲我坚持我继续的祈祷4个月，伊为着这来祈祷。第二个是安怎？是instant prayer， 就是讲我瞬间随时的我毋知咱在场有捌用过即款的软体无？知影无？这咧创啥知无？我昨伫拜六的礼拜讲道的时候，我有啥物人用这毋敢人举手，惊讲人知影伊的年纪。但是我讲你是搁较先进，你会通知影形容，这是即时通。MSN 就是你透过安尼，毋免用电话用安尼会通甲远途的亲友伫遐来讲电话，也是讲用 message 安尼。有人用过 Skype 无？有举手者，OK 好。Skype 嘛会通伫遐用 Skype 敲电话联络你若无网络的时阵，你会通透过啥敲电话爱付钱啦。即个有无？即个大家较知影用 Line 对无？有迄个无 Line 无？所以用 Line 伫遐来甲人连接对无？所以你相片念伊传互我念伊传啥物互你对无？你知影无？上帝互你甲伊中间有一个会通随时沟通的无？啥物叫做 GIM？ 你知无？来，甲 instant messaging。就是讲，
瞬间的你甲上帝亲像王在问伊的时阵哦，伊心内底安怎？我心内咧祈祷啦，王在问我这啥物？啊，我若凊彩甲应紧的，毋知到我要转去吼，去做这城市有够遐资源啊无？所以当王在问伊啊，你要爱啥？你要求啥？伊心内随时有一个瞬间，一个对上帝默祷，一个祈祷。有当时咱拄着危险的时候，你慢慢咧慢慢啊祈祷吼，然后主啊救我，对无？咱楼骹有迄个，若熄电的时阵有一个发电机，随时爱变换吼；停电的时阵爱变换吼。啊，又有请这个师傅来做啊，顶礼拜四来做吼。我倒转来的时阵，伊还搁咧做吼。啊，我落问迄个老板，伊讲哎，特别好袂？伊讲特别好啊，特别好啊，差不多啊吼。啊了后奇怪，哪会搁看因伫遐饲母饲啥伫遐讲？我的感受就是讲，可能因伫饲的中间有一寡问题。我随时伫心内伫遐祈祷，讲上帝啊，互遮个师傅有智慧吼，找到迄个问题伫个吼。所以了后，无偌久，头家就起来甲我报告讲，牧师，我来报告一下吼，这进前装的时阵就拢装毋着啊吼，爱4条线，叫伊装3条线尔。所以迄个若停电发电机一发，总是其他的作用拢无啊。安尼吼，所以互伊抓到啥物？抓到迄个问题。所以即摆还阁爱去买迄个变压器伫遮来帮衬咱。所以以后若有临时停电，发电机发斗电推到遮个电器通运作啊。所以过去我发觉讲，奇怪，都有发电机，但是火哪会拢花去无倒？所以这头家路尾抓到咱久长的这个问题啦。所以伫祈祷中，咱随时甲上帝连线，你会通伫遮来得到迄个资源，你会通掌握到你所需要这个资讯，这个一个资料吼。所以透过甲上帝连线，你现在求总是伊为着将来，互你所有的资源会通陪伴将来，你知无？所以伊王咧问伊啥物所以伊就伫遐讲我祖公的这个墓的这个城都有问题啦吼，这个城市有问题。所以当伊讲了的时阵，佫带啥物货，你知无？佫带讲无你爱偌久？你若家己开喙讲迄个老板我请假3个月，头家安怎甲伊讲？做你去，莫佫转来安尼吼，对无？3个月，你若知影牧师要请3个月，还佫经过中会迄个准哩啦吼。你要看上帝偌恩待伊，王开喙一张机票互伊甲伊天，你知？你要偌久？过来毋是安尼尔，毋是干那迄个日期请假的日期伊爱甲王请假过来咧，过来爱啥？资源你佫爱啥？所以后壁咱会讲到，伊爱教书，伊爱啥物货遮吼。所以你看，王欢喜找我去，头家欢喜安怎？互伊去做石头。如果老板若无答应你就困难重重，对吧？所以伫遮咱有看见伊还开始准备。所以伊大声的准备就是甲上帝有即款的好的连接，甲人有好的关系。伊平常时甲伊的老板、甲伊的王无关系无好，你免想要得到遮个资源嘛，对无？所以第二个咱有看见，伊开始要为着长途来准备，有人开始要去旅游的时阵，开始知影讲像旧年要以色列伊爱行路，所以开始安怎？训练时段对无？爱训练爱行路爱互去有体力所以1000外里爱行3个半月，所以伊爱准备伊爱准备家己伊锻炼伊的身躯，还佫有准备一寡遮个资源。所以对苏珊一直到耶路撒冷有一段路啦有一段路。所以即个长途过程中间有危险无？这资源要运送要安怎？这拢靠伊家己一个人无法度完成啦。这教会嘛是相款，所以伊爱想着讲将来有啥物款的塔甲伊，主动伊要做遮个代志无？有无？参巴拉有甲道边佫有一个基线，因听着讲。你要做这个代志安怎？
峰会就倒，你知无？吼，所以伫遐咱看，你爱面对这，你爱有好好的准备。所以伊甲王讲啥？你互我安怎？你互我教书啦，献祭啦。伊袂使凊彩讲要经过就经过，爱通行证呢，爱通行证呢。哦，第三个充足的休困，对无？伊到伫遐个所在，伊了安怎？哦，休困3工，哦，休困3工，所以要做事工嘛爱有安怎？你要做事业嘛，勇健的体力，吼，好，上帝要互咱是得在，就是要安有安怎平静，啊，甲有安稳，啊，甲有快乐。过来，咱看需要团队无？靠伊家一个人真正无法度，所以需要团队。牧者在牧养教会，若无这长老、这执事，无这区长，无这小组长，无属灵家长，做伙伫遐来服侍。你要看靠一牧师那监督伫安尼转对无？顶礼拜就2场的这个个别礼拜，啊，佫有就是甲我真侪这个探访，牧师你甲我祈祷者。牧师，你甲我祈祷者，我讲，为什么要甲恁祈祷？为什么？牧师较袂忝啦，安知无？啥代志你也要牧师替你祈祷，你会通学，你知无？信的人有生涯技术，甲你三个同在，所以感谢主咱迄个500本拢了你若要爱今仔日最后你要登记的，赶紧落总是你毋通安怎？摕册怎藏伫迄个拄仔内底，也是讲读册读到对册皮读甲册心，听有着笑，听无着莫笑啦你茫读甲拢读袂落，你会通用上帝话伫安怎来祈祷？所以为着这个代志的时阵，你安怎伫遮来祈祷，来为着这个世上的灵魂来祝福伊祈祷？你知影？伊透着家己的。找这问题以外，伊嘛有这同工做伙陪伴伊，甲伊送到底地安尼好，所以咱看讲保罗伊咧传福音的时阵，伊伫加的时阵有路加甲伊做伙，总是伊嘛需要佫有团队，所以伊讲看会当甲迄个马克带来呗，伊对我的事工有利益。第5就是讲。伊伫遐来讲收集情报资讯，伊掌握正确的这资讯、这消息，伊才会通伫遐来去做。所以半暝暗时伫遐安尼顺的拢毋知影，伊讲伊心内咧想啥，伊心内咧计划啥物货。伊只有甲上帝有好的一个连线。这是第2个，就讲咱甲主上帝关系坚持继续的祈祷，到有啥物？随时你拄着王咧问你爱啥？无你来由头到面，你要安怎甲讲？迄个机会若失去就无啊。所以伊伫迄个暗中的祈祷的中间，哇，需要啥？起早爱有材料，对无？通行证就是圣旨，安尼啊，佫有咧，你咧运送的中间若拄着乌道咧，若拄着这个歹人诶，需要啥？需要有保护啦。所以伫遮咱看第一个，伊爱充分为着这个将来资源。头一个就是有得到王的恩准嘛，对伊的头家得到恩准，然后有充分的支持，所以圣经讲王欢喜，总欢喜的找我去，这是王的支持啦，第2，咱看伊讲伊出得法律的文件，就是我拄仔讲的通行证，这个调书，所以教书最要紧的是2张，一张是互啥物啦？你要经过的时阵，互这个省长总督，过来咧第2安怎？你要资源，互迄个观察木材的啥阿萨，凊彩你去看你要偌济，因为迄张文件，所以互伊安怎有够野的资源通用。上帝互咱伫咱的生活中，是毋是你有好的关系？上帝就赏赐资源供应，互你伫你的事业。伫你福音的事工顶面，这牧师拢经历过所以伫迄中间，你也知影讲，甲主上帝连线，甲人的关系若好，成做你以后真好的一个资源。咱做伙来读一下来，我搁甲王讲，王若欢喜，
请用教师，互我带去交好我遐个总督，准我经过到犹大。所以，迄个要行搭要通行的中间，上帝互伊有即款的一个恩典，也透过这个木材、这个材料，为着啥物？为着去城墙、城门，搁有咧，伊爱大无？伊爱大，所以圣经讲搁有伊要大的路用啦吼。所以王稳准，尾仔一句真要紧哦，因为我的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这是上要紧重要的关键伫这个所在，王帮助我，所以互伊有这个资源木材安尼解决啦吼。总是云层的中间需要保护，所以王就搁派安怎军长、兵丁搁有这个护卫来保护伊的安全伫遐来咱看见讲，互伊会通真平安，将这个材料、将这个资源运送到伫你看爱经过3个半月，若无这个保护，所以上帝透过安尼资源保护看顾咱。伫咱的生活，上帝嘛找使者伫咱的中间来保护咱。第五，就种避免这对敌用官方伫遮来阻挡哦。所以咱看讲伫圣经内底这参巴拉等等这个因安怎真气愤是安怎会使为着这一切人来图谋这利益所以因就要阻挡总是后壁咱会当看讲尼希米就将圣旨刻出来，你也看，毋是我咧造反，是王互我允准的，所以因就无话通讲，因要对官方伫遮来阻止，后来咱看因要对民间、对伫其他的这势力伫遐来阻挡，所以后来咱继续伫后礼拜咱来看下去所以你倒转去，你先看后壁搁较精彩，因安怎要伫遐来起造这个成就。所以较要紧就是咱要安怎伫遮来回应。伊受上帝来差派，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伫遐来起造，有迄个负担，才有迄个行动；有准备，才会通成就。所以求主来帮助咱，互咱对灵魂的得救有负担，你才有继续替祈祷，然后有迄个啥关怀的活动、关怀的行动，伫遮来帮助伊。所以像今仔日，咱看有3台游览车，这就是关怀的活动甲见证伫遐来，互这个社区的家长甲囡仔有机会伫遮来接触这个福音。第二个就是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亲像迄个有智慧的在小女共款当因咧等待新郎来的时阵，安怎油穿好势无？因可能话算甲拄啊好大概新郎来的时间，所以我穿偌济油。结果安怎？新郎伫上顶耶稣伫倒演伫油少偌济好无？油少偌济好无？袂使，我拄啊好，我早拄啊好拄啊无等完者，阮来添油啦，敢搁来结果袂赴，你知？遮聪明的遮在小女，因就准备好势。虽然即个新郎较慢到，总是因有准备呢。所以新郎来，因会通做伙陪伴，正义到伫迄个室内伫遐欢喜快乐今仔上帝找咱，要到伫咱的各约至亲的中间，要伫遮来为着因的灵魂得救，你准备好势无？牧师18岁，就正式信伊，准备9年，读7年2当兵。做牧师到打25年，有迄个亲像马街，伊伫10岁领受这负担，伊开10几年的时间，伊准备家己。你姊妹，你有准备好势无？这是一个上基础，你准备好安怎祈祷？为着你所设定的灵魂祈祷，你才会通真做是一个道德轨迹的学生。道德轨迹的运动，咱做伙起立。
求主来帮咱找咱正友到伫咱的亲友的中间吼，靠着主所加添，互咱开力，咱做伙直接来敬仰，咱做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来，手接下来。你将万听记住，你的呼叫你的声，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受属地位的和平的君。你不是万主一定，主的呼叫你的声，你将愿意对救主讲。找我，找见我，我愿军队出脚步。找见我，我去吃主找个找我。你咸愿听记住，你的呼叫你的声，伊是万王的。万主的主，受属地位的和平的君。你是不是万主一定，主的呼叫你的声，你甘愿意对救主讲，我去吃主找我找我，找见我，我愿军队出脚步。来，找见我，我愿军队出脚步。找见我，我伫这主找我，兄弟来。找见我，我愿军队出脚步。祈祷，主啊，阮伫遮，请找我，毋是找别人，是找我。感谢我先用祈祷，为着遮个灵魂还未得救的亲人，阮要用性命册为因提名。王主啊，阮的亲人是你所看重的宝贝。魔鬼撒旦，我伊讲，你伫因的生命中无影响力。主圣神恳求你感动因的心，开因的心门。主上帝，你会听来保护、看顾因。我若要继续为着这亲人来祈祷，直到因得救。主啊，找阮伫这个世代。你互阮看见阮的负担，毋是阮家己得到福气就好，也互阮所接触的至亲好友有机会得到这个福气，互阮的生命真做是一个多结果子的运动。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只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圣堂的阿爸爸上帝，我们为着即礼拜有主你来甲阮看顾、甲保守，以及阮所有的一切来献上感谢。阮的性命、阮的工作、家庭等等，拢是主你的恩典所赏赐。主你值得阮来甲你学乐、甲感谢。主啊，求你赐予阮有智慧，会当伫咧教会的事工顶面甘心来服侍，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造就。教会嘛会诚做讲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即马，阮要来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求主来感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书名求，阿门。请坐。这是要请尤牧师来报告。来报告大圣，咱要来介绍伫咱中间在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哦，因即几位因为拄仔牧师讲台语，因听较无啦吼，要叫我讲华语吼，连伊要搁赶落台中时间会加倍，所以讲了较袂适拍吼，所以我看到因拄仔就先离开啊吼，才会应该先离开啊吧，吼 ，OK， 好。另外就是咱来欢迎迄个伫顶礼拜三吼，举行这个别礼拜的陈蔡幼子姊妹的查某囝陈娇吼，甲伊囝婿吼张真吼，伫咱中间咱甲因欢迎。诚济吼，咱为着即个家庭的祈祷，只有因两位信主啦吼。其他的亲人，我想透过安尼的一个服侍吼，因拢会感受到上帝的疼甲咱的带导。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咧敬拜兄弟啊无？好无？好，若无咱来看即个周报的消息。原定今仔日的中执会吼，改伫后主日下昼1点伫4控1教室召开。请咱各单位伫8月初2进前将恁各单位的报告来摕互咱的书记张义执事。9月初咱要举行今年度的第5次的圣礼典要洗礼伫8月18进前牧师伫遮来报名，也是行政干事。咱即本册拄有讲吼，然后要搁登记的到今仔日咯吼，过来后礼拜开始，你著甲小组长吼，咱伫今仔日有即个最后的登记吼，已经超过500本啦吼，500本拢应该拢卖了啊吼，卖完了吼，感谢主吼，爱记哦吼，买转来爱看哈，毋通摆伫册柜哦吼。咱也感谢这树林长老吼，伫过去的日子有伫咱的成人主日的课程来教导吼，加工因为牧师到即个月吼，所以也过协助，所以咱也感谢。咱的医疗团队已经伫这图书馆遐做医疗咨询，咱来因祝福。后礼拜咱有举行这庆祝父亲节后礼拜若出席的爸爸就有一份真水的礼物真实用的礼物啦吼。咱也继续为着这个儿童牧区出去的这后礼拜来祈祷吼。因大概有加4点，下晡4点到教会，咱有囡仔去参加的吼。咱会通伫4点来甲接。即个拜三有祈祷的见证会哦，对由第3区3、4组来做见证吼。咱做伙伫遮来参加嘛有伫暑假中间，咱社区有办甲培签名探索的家己学啦吼，自主、自学、自律即个伫教会这是需要2400块吼。总伫遮有提供餐甲有辅导安尼。咱今仔日下昼3点半吼，蔡光福长老的查某囝恒真甲陈志荣兄弟要伫台中向上教会来举行结婚礼拜，牧师念伊就会赶落甲伊做证婚吼。其他拜三3位牧者拢到伫台南参加牧家的灵修会，无伫的吼。咱伫这中间三体大岛，咱来看今仔日的
金句，咱来读两遍，做伙来。王就准我所求的，因为我的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年希笔记以手得力。王就准我所求的，因为我的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年希笔记以手得力。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圣诗第403首，主差遣我。吟诗煞要请游牧师来祝祷，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救你，差遣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上帝救你，主充满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星星救你，充满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性命打出去。同心祈祷，领受上帝说。愿恁大家得到主所赏赐的权柄，伫地面上捆绑，伫天顶也要捆绑；伫地面上透放的，伫天顶也要透放。愿主上帝伊的疼充满伫恁的中间，互恁带着伊的疼来影响人，也有主圣神的感动恁，互恁会通随时准备好势，互主来差遣，到伫人群的中间来赢得失丧灵魂，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列倒。咱礼拜到遮，咱来彼此来请安，愿上帝赐咱下一礼拜充满上帝恩典。